牧人，他第一个就是在讲丰盛的生命，第二个在讲安全的保障。好，课程目标是主是好牧人，跟从主的人，生命必然丰盛稳妥。好，你们可以写一下。好，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的写。好，我们先写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档案过了1-2个礼拜之后，可能就打不开了。好，所以大家要么自己。不是你再讲一次。主是所以梦怡姐，你看不到我们的 PPT 吗？看不到。好，你再念一次，我就写完了。好，你主是好牧人，跟从主的人，生命必然丰盛稳妥。好，那希望大家是看得到啦，看得到这个荧幕会比较清楚。还有没有人是看不到的？需不需要我开荧幕给你们看？不用了。大家都看得到吗？可以进去啊。对，你就把它点开来就可以同时听到。点开就进去了。好，那我们来看第3页，这个耶稣时代的牧羊人。耶稣时代的牧羊人是很普遍的，但是也是被歧视的。所以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很多人是很诧异，说为什么向这些卑微的人显现？但是耶稣就是要成为牧人嘛，所以耶稣来向天使向牧羊人来报以色列的牧人，真正的好牧人要来，是合情合理。而耶稣来呢，他不只是牧人，他也是被杀的羔羊。所以呢，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野地雇的这一些伯利恒野地雇的这一些羊，有可能也是要被献祭在圣殿里面的。所以就是来向他们报这个喜信。第一个听到喜信的，那他们就去寻找耶稣。那做牧羊人不是一件好的差事，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因为在荒郊在野外，有可能盗贼，有可能强盗来，也有可能这个熊甚至是狼或者是狮子会吞吃这一些羊。那雇工呢，当然就逃跑了，因为他们不会为了薪水则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把羊丢下了就走了。但是呢如果是自己的羊，他一定会保护他们甚至为羊舍命。像大卫，他拿着甩旋机子他就是这样子训练一直训练去抵挡这一些野兽。那最后他用这个他的独门武器打败撂倒了歌利亚。所以第3个他写说，牧人有2种，一种有自己的羊，一种是雇别人的羊。那这个就是雇工，就是假的牧人，或者是说他就不会为羊来付出很大的牺牲。那这个职业是很低下的。好，再来巴基斯坦的羊很多是来剪羊毛的那牧羊人会为他们取名字叫他们就会来。因为剪羊毛其实对羊来说也是好的不然的话就会像下面这一只羊，有没有看到？澳洲有一只绵羊迷失了就是跟主人跟羊群走丢了，结果呢它就长成这副德性。你知道它剃下来的羊毛多重吗？上面有写在2015年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录，9月3号他剃了42公斤的羊毛所以他几乎是很厚重，几乎是快热死了，然后没办法行走还好被发现，他就把这个羊毛剃掉。好，那我们再看下一章，这个真假牧人的比较。耶稣在第9章他医治了这个瞎眼的所以英文说 I see 是我看见。那另外一个 I see 呢 see 就是看见嘛，另外一个 I see 的意思是什么？我明白。 Yes， 对，就是说我明白。所以上一个连到这一个其实也很有意思，他开了我的眼，然后他说我过去是眼瞎，我是别的不知道我不要管到别人那里去我不要管到别人，但是我
知道我自己从前是眼瞎，但现在如今看见。好，所以不只是看见，也是心里的明白。他明白，他也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好，耶稣也跟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好，跟那个撒玛利亚很像。所以他明白过来，他的 I see 就是说，我知道，我看见，我认出 I see， 耶稣就是好牧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好，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所看不见的，他们一直诋毁而且质疑耶稣的身份，不承认他是从神来的。好，那认识的人、愿意的人、相信的人，而且要像门徒一样成为跟随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耶稣时代的羊圈，就是有分为这个公有的羊圈，野地的羊圈，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很像澎湖的这个老古石。好，我们有去过澎湖，或者说看我们几年前松年去拍回来的照片。在澎湖的小门那边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菜梯，菜梯就是菜宅，里面呢就是因为澎湖的东北季风太强了，他就用这个老古石，孤老石的个就是珊瑚礁，一块一块的珊瑚礁，白色的，叠成，有的会穿插玄武岩，为什么？但是玄武岩太重了，玄武岩很重，珊瑚礁比较轻，但是都一样可以防风，所以用这个珊瑚礁石比较好搬运。你要搬玄武岩太重，所以你看这张图，你如果把它放大，你可以把它放大来看，就看到它就是整个围一圈，可以挡风，虽然不能遮雨，但是呢，至少让这个野狼，或者是动物，或者是这个盗贼，他没有办法轻易的翻过来这个墙。好，那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就算他翻进来了，他顶多咬死一两只羊，他不会把整群羊都怎样都赶散，或者是就是全部都散掉，然后被抓走或是咬死。他至少进来的时候，羊混乱的时候跑不出去，那牧人就可以。那一般呢，狼不敢这样子就跳进来，不敢就这样跳进来，因为他跳不出去的话，他会被牧羊人就变成围困。你看下面。上面那张是示意图，是用画的。那下面这一些呢，就是真实的图。下面这些就是这个景况，真的跟澎湖的菜宅很像，甚至里面还有隔间哦，还有隔墙。那就是说它也有小门，让它可以去区分说这是A 家的，这是 B 家的，这是 C 家的，可能有3家的人一起共用这个墙。那右边这2张图呢，你可以看到它是用天然的这个洞穴或者是一个地层的结构，让它怎样还可以真的可以遮风挡雨，它可以在里面休息，不怕下雨。那这个的安全性可能就更高。那它在门口的地方会设置一个上面那个就没有门。下面那个就有门，下面那个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是现代化的门，就是一个铁栅栏，铁栅栏。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耶稣说羊的门，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代表耶稣就是不是顾门的，他就是看管他的羊圈的。所以基督徒进来或者是羊进来，耶稣会分别，让他的羊圈是属于他的羊群。那所以我们教会其实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就叫做小会。小会的职责之一就是掌管教会的这个会集，让真的愿意委身、愿意跟随主的来成为基督徒，不管他是小儿洗礼、坚信礼、成人洗礼，或是信仰告白。信仰告白就是从外教派转进来，譬如
从灵粮堂、从金旗、从其他教会有转过来的，我们就为他做信仰告白，我们就接纳他成为我们的议员、长老会的议员、笃信的议员。那如果是本宗的呢，他就不用信仰告白，但是他还是要正式的提出申请，好，因为一只羊只能属于一个牧者，属于一个羊群，他不可以这一边又那一边然后跑来跑去，那他常常会走丢了。好，到最后在数点的时候，以为他在 A 家，以为他在 B 家，B 家以为他在 C 家，结果都不在，结果都不在，被野狼抓走了都不知道。好，所以其实我们会说，其实这个会籍就是代表一个认同。好，那牧者的职责就是保护，而且按时分粮，让羊群出入有草吃，可以去到安歇的水边然后呢，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会看管照顾他所设立的教会和每一只小羊。好，所以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好，是这个意思。好，那当然我们不懂一个门有什么好的，其实就是你再看上面那一张图，就是有一个牧者，有没有？他拿着一根杖，拿着一个武器来固守这个门。好，那如果是豺狼虎豹，他就把他们挡在外面。好，那个钩子呢，也有时候也说那个是在管教了，管教这个羊，或是小羊乱跑，把它勾回来。好，那我刚刚我这2天在预备这个 PPT 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一个蛮特别的影片呢。你知道羊也很凶吗？羊也有脾气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是一个牧羊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台车子的这个叫行车记录器拍下来，就是一群羊过马路，他们趁这个牧人过马路的时候，有一只公羊不晓得吃错药还是发情还是怎么样，就把那个牧人就是撞倒在地。撞倒在地就算了，他跌坐在地之后，他又从后面狠狠的这样撞下去，让那个牧人整个经理头咖，整个就头破血流。那其实我就点了那个影片之后，其实我以前就看过，就是在这个有时候我们牧者之间流传的说也有不乖的羊会比较不顺服，然后伤害牧者这有时候是人的软弱我点了这边之后，后来发现真的很多羊，尤其是公羊，脚很大的就是也是绵羊，它不是山羊但是它有一个脚或是比较硬的头，它真的会撞我一看哇，居然有撞死那个长者90几岁，也有把那个小朋友很小的朋友自己养的羊然后他不小心在蒙古小朋友进到羊圈，哇，就被那只羊一直狠狠的撞到也是缝了好几针所以要小心要小心，羊不一定都这么温驯。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就是PPF 的一半了第8页所以这个诗篇23篇大家都很熟了。大卫他的生命的告白，他说他没有说我是一个君王，他说我是一只羊他说我是一只羊，是耶和华草场的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上帝做我们的牧者，我们不管去到哪里都是迦南美地，都会是青草地溪水旁。好，第2个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9到11节。好，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我确定你们有看到这张图。照上面的经文念可以吗？以赛亚书40章9到11节，谁来念一下来？你要极力扬声，加吗？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对，所以圣经40章谢谢谢谢薛院长。圣经很常的讲到，上帝会牧养自己的羊，然后
我记得我们上礼拜这个松牧师来他说他对台语甚是不熟，请我选我选的就是141首耶稣做阮无食，耶稣做阮无食，故阮拢无害，何地的行径真安稳自在。唱这首歌你会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信任感就是上帝说他不管我们年纪轻是羊羔还是一只老羊了，上帝都像牧人保抱他的孩子保抱这个羊。那耶稣也说在旧约啦在旧约就说这个牧者会按这个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然后呢照合神心意来顾养这些群羊。好，我们再来读第二页下一页下一页这段比较长，是以西结，他把跟这个牧者有关的23、16、25、28，他都结在一起。好，我们请谁来帮我们念一下？好，念中文有打出来的这些字就好了。来，正也可以吗？正也帮我们念一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其实很需要因为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也确实都很在疫情中处于惊吓的状态。好，那有时候不是外在看得出来但是可能在睡眠上在心理上在有一种不安，有一种焦虑甚至有一种恐慌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上帝所赐的平安。圣灵借着以西结圣灵不是圣灵降临节才有，只是圣灵降临节之后是圣灵大范围普遍性的工作和降临。那在旧约也有很多先知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感动就像摩西那时候，还有他的长老，那甚至扫罗王也被圣灵感动，可是那是比较少数。那在这里就是讲圣灵借着以西结说我要立一个牧人这个不是在讲大卫，大卫的时代已经过去，就是在讲将来的耶稣要牧养，然后失丧的我必寻回，被逐的我必被赶走的我要领回，受伤的要缠裹就是包扎他的伤口，有病的我必医治。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这一段也是很好的除了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之外，我们可以用这一句来祷告迷失的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孩子比较叛逆暂时离开教会的，我们求主来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被赶逐的就是可能做错事被禁餐被戒规的我相信上帝都有恩典耶稣会时间到了会领回不要变成一个终身的贴标签求主恩待我们。受伤的会缠裹会包扎，有病的我会医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应许。所以耶稣也确实有来找，耶稣来他跟大家说，我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以色列失丧的羊我就是要来拯救，要来寻回。耶稣说有100只羊丢了1只，他会放下这99只，把它们放在羊圈里安稳的地方，然后走上高山低谷踏遍这个荆棘树丛，就是要把这个失丧的找回来这个就是上帝的心，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立平安的约，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还能够不受惊吓，安然居住。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我们再看下一页。今天的原则一怎么还没出现还要下2页才原则一。好，我们先看好牧人跟坏牧人，真牧人跟假牧人。好牧人跟真牧人就是正正当当走开大门走大路，就是从羊门进去，而且羊认得他的声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陌生人，即使你穿着是羊的
样子，但是是牧人的样子，但是羊听得出来，感觉得出来，嗅得出来，闻得出来，这个牧人的不是他的牧人，所以就会惊吓，然后甚至就会逃跑乱窜，但是羊的牧人当他喊羊的声音的名字的时候，羊就会觉得安心，就会跟随，也会回应，咩咩咩这样子。那假的牧人呢，刚好对照相反，他会从别的地方爬进去，溜进去，他不会光明正大，他会找机会，甚至找落单的羊，把它偷走，贼强盗，那这个就在暗示法利赛人，他不顾念这些羊，并且从羊的身上怎样，这个剥削，偷窃、杀害、毁坏，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就是第4节，放出自己羊在前头走，羊会跟着他。好，那我说的那个影片是真实的影片，其实你们打3个字“羊撞人”，就会看到很多影片，羊真的会撞人，有的时候都是撞陌生人，有时候六亲不认，连自己的主人或是牧人，不过有可能那天被撞的，我看那影片搞不好是来代班的，不是他的牧人，可能感情不够，那天刚好牧人生病了，或者是 COVID-19 确诊了，被隔离了，那就带这个羊过马路的时候，那只羊就狠狠的这样一直撞他，一直撞他，我看撞得很惨，这个羊撞人，好，那个狗也没发挥作用，牧羊狗在旁边看。好，我们来看原则1，跟从主的人必得生命。跟从主的人必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有永生的应许，但是呢，我们在今生就可以享受上帝丰盛的赐予。好，只要信，就必得着。好，只要信，就必得着。那我们也要去跟随。好，不要只说我信了，我决志了，我受洗了，OK 了。上帝希望我们过丰盛的生命的原则，其实还要加上你愿意跟随牧者，你愿意服侍，你愿意摆上，你愿意成长，你愿意委身，你愿意跟弟兄姐妹彼此经营一个爱的关系，好，彼此有这个爱的连结，那你就会经历到丰盛。好，上面其实还有一章，就是弥赛亚跟好牧人的关系可以从3方面来看。第一个，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都这个讲过很多了，我就不讲了。耶稣来就是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二个，牧人也认识他的羊群，每一只羊可能有它的个性，有它的讲一个性，一个癖，卖变这怪癖，那上帝会借着跟我们的相处，也借着我们的跟随，会调整我们，会修剪我们，会知道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恩赐，然后并且受到保护。那耶稣也在别的地方有说，我会就是召集我的羊，16到18节讲，我们来看一下10章16到18节。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为一个牧人。这个16节啊，你们知道有一个教派，我们不太承认他的这个信仰是正统，他们非常喜欢用这一节，你知道吗？你知道是哪一个教派吗？木生应该知道，木生还在吗？木生，你把麦克风开来。好，没关系，我有听到你的声音，可是很模糊。好，这个就是摩门教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耶和华的这个摩门教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不是耶和华见证人，是
末世圣徒什么什么末世圣徒，末世圣徒教会之类的哈，他们在五泉路哈中友那边就有一间哦，很大间。好，那我都有跟他们接触过，他们会跟你传福音，有时候会来跟弟兄姐妹好说你们读圣经还不够，要再读摩门经。好，他就很喜欢引用这一节，说我另外有羊不在圈子里，要领他们来。好，他们要哦，就是说他们讲的就是他们自己领受的那个金叶片，那个约瑟斯密的那个。然后呢，他用这一句来讲，就是说，你看，上帝早就预言说啊，犹太人不是只有犹太人，还有他们那一群在美洲生活的人，哦，然后呢，两边要合成一群，哦，所以这个解释其实我们是觉得有破绽，是很奇怪，因为不能单用这个来解释了。那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摩门经，把他们的先知。什么珍珠无价珍珠，他们自己又加了很多的经典，都不是正典，都不在圣经，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哦，这些摩门经里面的内容也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一致性啊，但是他们而且甚至他们觉得说摩门经更好啊，这个无价珍珠更棒。那我们先知说的呢，就是圣域啊，就是现代的耶稣啊，所以然后他们的复活论，他们的这个末世论也都很奇怪。他说你不管呢有没有信主都可以得救，你有没有信主都可以得救，只不过呢你是去到那个低荣世界，他们有分为中荣、低荣跟高荣。一般的基督徒就去中荣，不是台中荣总叫中荣，然后低荣就是最低的那个荣耀，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去到那里低荣，然后最高呢就是他们有传福音，有奉献2年做宣教士，或者是这一批比较高阶的先知，他们就可以去高荣。所以他们把人又分成这3等。好，这个不是重点，只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要提防，有一些假的先知、假的教师、假的牧人，像这个，当然刚刚秀院长讲的耶和华见证人，这个真耶稣教会还有这个摩门教，我们其实都不承认他们的信仰的正统性。讲更直白一点，就是异端就是异端，因为他们没有把圣经的真理去仔细去考察，那用很多他们的先知的自己的释义自己的解释来加很多的条文加很多条文，像他们说不可以喝咖啡，不可以喝茶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这些其实都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好，17跟18节很重要，就是只有耶稣有权柄把命舍去，也只有他有权柄再取回来。好，他舍命是为了成为多人的赎价。他如果把命一直秀苗苗，耶稣不舍去，一直在天上宝座，我们就得不到救恩。但是耶稣愿意舍，所以我们才能得。那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习舍。我们所有的都是恩典，全是恩典，白白得来的恩典，我们愿意白白的舍去，上帝就说好，再加给你，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好，那耶稣呢，他有一点不太一样，他是不只是给出去，而且他相信上帝会厚德一的瓦米亚各合一，而且耶稣自己就是有这样子的信，而且他有这样子的权柄说实在，因为他是神，他可以把这个再取回来。他把他的生命交给灵魂，交给神，神会再赏赐给他。他也因为相信，而且他可以预知，所以他说我会再取回来。然后第18节说，不是祭司长不是，甚至不是魔鬼撒旦赢了不是他们赢了，所以杀了耶稣，耶稣输了。没有人能够夺走我的命耶稣的门徒不是叫耶稣派这个天使天军嘛？耶稣说我可以叫我父差12营的天使12营的天使但是呢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说我要自己舍，没有人可以夺我
的命，但是我愿意舍去。好，这个就是一个真谛啦。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也可以学习这句话。好，我们没有人愿意认输，好，我也没有输，但是我愿意舍弃我的权利来停止这一场争吵，不要再纠结在这个无意义或是无聊或是无解的问题上，我愿意舍弃这个好强争胜的一个权利，放下自己的权利，牺牲自己的权利，所以呢，耶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榜样。我们没有要舍命，但是我们可以舍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舍一些我们的资源，舍一些我们的钱，舍一些我们的时间，来为别人需要的人做在这些小的弟兄姐妹身上。所以我也谢谢大家，目前就是已经有收到弟兄姐妹的奉献，为君家姐妹让他可以暂时度过难关，这个就是一个舍。那前2天我也接到他们房东的这个电话，终于把他的东西都净空了。上一次有一些谢谢正野啊、木生只会去帮忙搬，还有一些没有搬到的最后的一些东西，我把它处理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愿意，那就很好。你愿意就是当做运动，当做健康，这形态健康呢，这甘心乐意的。虽然就是好像有时候会心烦，但是觉得看到他确实他真的是生病，手没有力量，我们有力量，手有行善的力量，就坐在那需要的人身上，我想应该是好的。我们可以继续学习，也让我们身边教会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耶稣，没有人夺去，我自己愿意舍的。牧师没有强迫，没有命令大家愿意去服侍他。好，再来我们回来看最后，这个下面有一个金灯台，这个是指烛光节，Feast of Dedication，又称为叫做哈努卡，就是修殿节。对，修殿节又称烛光节，在每年的12月初，是指这个纪念主前164年，有一个兄弟叫做马加比，他翻译作马卡比，马卡比兄弟，他们收复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把圣殿里面的偶像啊，把里面的污秽啊、乱七八糟的这些淫乱的，通通都洁净，都扫除。这个是纪念这个修殿节。好，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都是放在第一段，后面的那个第2段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对话？就是因为他们纷争了。有一些人 I see 他看见，但是呢他没有真的 see， 他没有真的他看见，但是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他说耶稣是被鬼附了，而且踢笑has a devil and lost his mind， 失去他的就是他的头脑。所以怎么了？我也好像听到有人讲话，没有关系，可以讲，打开麦克风讲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就不明着回答他们，在这一些看起来是看得见，但事实上是眼瞎的这些人，他说你说看得见，但其实你是眼瞎。他说我哪有眼瞎？他说你若眼瞎，你就没有罪。你说你眼没有瞎，你的罪还在。犹太人他们也想找真理，可是呢，有一部分的这种人，他说你如果是，你就说你是基督。耶稣还没有说他是基督一直到前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路上，耶稣才考他的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啊？别人说我是谁？有人说死去的施洗约翰，有人说是先知以利亚。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才举手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好，耶稣这时候才说：“这个西门，你是有福的。好，因为若不是我在天上的父，若不是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好，所以耶稣不回答犹太人，耶稣不给这样简单的答案。耶稣说：“我已经奉我的父所行的事，这些事也为我做见证。你们若认不出来，那我自己说，你们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信，讲到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们不是我的羊。”跟羊，耶稣是牧人，耶稣是羊有关。那27节就是我们可以抓住的，就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跟从我。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永不灭亡。”这个是很棒的，这个也是一个祷告的经文啊。牧师跟正野牧生分享了你们有时候如果接下来没有牧者的时候，当会有临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一节经文为他祷告，他会很大的安慰，或者说信心会加添。说摩米下这上帝要通过耶稣想属你永远的王命永生。你们永不灭亡，没有人能够从耶稣的手里把你们夺去。耶稣爱你们爱到底，拯救也拯救到底。耶稣是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加添他的信心，不要在他最后的时候他失去了信心。所以用第10章其实很不错。因为讲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讲到回归到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要在神的手中一生一世有恩典慈爱水准，我们要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上帝把永生给我们，透过耶稣的这样的牺牲，成为羊的牧人，成为羊的门。借着耶稣，这个门也是很像，你看羊是不是要跳进去跳出来，进出这个门，代表好像我们有一天要经过这个生命的一个死亡的门槛，但是呢我们却是进到上帝的家。所以这个是第10章是很棒的一段，对基督徒，对尤其是遇到艰苦病痛他辛苦有的是安静了，比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段来安慰他。盗贼来是要偷窃，但上帝让耶稣来成为我们的牧人，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透过你所说的话，你所行的事，让信你的人有盼望，有把握，让我们也像这一段经文最后说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增多了。主，让我们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听见你是我们牧者对我们的慈声呼唤，让我们真的是行走在你的光中，让我们真的是住在你的草场，成为你草场的羊，出入有草吃，安歇在溪水旁。主，我们是你的羊，愿我们也成为一个顺服的羊，成为一个温柔服从的羊，让我们成为顺命你所喜悦的儿女。你也应许我们必不致缺乏，你要使我们在青翠的草地，在可安歇的水边，又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正义的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约翰福音读了一半，主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让你成为我们一生的牧者，让我们相信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要随着我们。我们四海的弟兄姐妹也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主，也带领我们下一个学期，你都看见我们的需要，安排梦莹老师众同工们持守这样子的读经祷告的聚会，也预备有一位卢传道
一位合适的讲员，可以成为我们的帮补，还有金老师时常关心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继续，不管在何处我们都是你草场的羊，我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都在同一个羊圈，我们都在上帝的国度，我们都在你所赐的这个葡萄园。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让我们不被不因着牧者暂时的离开羊就失散，让我们能够在主里继续的连结，继续的合一，继续的实施的信心。所以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过去这不止半年从创世纪到马太，从蒙福之路到约翰福音，我们都经历了许多宝贵的恩典，让我们读圣经越读越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不是只看见，更是心里的明白，灵里的清楚，说 I see， 如今我看见了，过去我是眼瞎，如今我真的看见。主，你对我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我们谢谢你赐下世代读经很棒的教材，最棒的就是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喜爱读圣经，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得着喂养，也能够相信有一天我们是会更丰富别人的生命，在笃行教会继续的为主发光，为主发扬光大。主，求你赐福世代读经总部，赐福台湾的各地的分会也赐福新城牧师让孩子所要前往的新的牧会的合场也能够有四海读经这样很棒的课程来开启。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众同工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把我们的身心灵都得蒙保全，直到救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同心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原则2是什么？或是原则2是什么？原则2，属主的羊有永远的保障，不是那个 treasure， 不是那个保障，是保护的保，障碍的障就是有保障啦就主耶稣的羊叫有永远的保障就是不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会拯救我们到底，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是他的安慰。好，属主的羊有永远的保障。OK， 谢谢。好，你再试看看，或许你用电脑打开那个 PDF 档。好，都抄了。好 ，OK， 好，或是你看看你们助理老师的档案里面，应该也有这个 PPT。好，我只是稍作修改，大致上都是四海提供的内容，原则都是他们提供的。好，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拜拜。好，晚安，好，拜拜。好，拜拜。拜拜。